開篷巴士港島遊蹤第3集將會喺聽日2026年1月29號拍片。我哋今次遊蹤係我學校路路通、交通大使大潭道、赤柱同埋薄扶林遊蹤。我哋回程會坐 H4 觀光城巴，係觀光城巴海岸之旅。各位記住期待去睇下一集嘅開篷巴士港島遊蹤。各位記住收睇下一集啦，拜拜。